前一站，伫日本东京的代代木公园有一场台湾祭活动，要来推杀台湾的食食。所有民众发现讲有打伤的扛棒顶头出现中国的五星旗，虽然是民间团体举办的，也毋过咱国的驻日本代表处嘛有协办。外交部嘛表示讲，因会来调查好清楚。这拢食的拢台湾的串冰啦。 台湾代表性美食，鸡排、卤肉饭、甲串冰，拢出现伫日本东京代代木公园的台湾祭活动摊位，吸引未少日本人停落来买。也有伫日本、台湾有处前来食家乡味，也毋过有目睭尖的民众发现镜头扫过的看板出现这个画面。生意真好啦，你看，遐济人啊，放大看台湾的台字，中远方抗字中国的五星旗。 卖的品项除了珍珠泥茶、蚵仔煎，还有中国小吃肉夹馍。到场参观的台湾人展现真贵，应该是伫摊商审核上出问题。我相信他可能审核的部分，可能或许是他大概是卖什么东西，大概是什么种类的，但是他可能就没有去审核到就是设计的这个部分。对岸的国旗放上去了之后，然后其他还有把湾的部分，还要把101放上去，一定是他特别。 精心用力设计过。日本其实有非常多像类似这种台湾祭，几乎都是民间所办的。那我相信民间在这方面，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强在审核的方面。这场台湾祭主办单位是日本华商总会，驻地代表处也担任后办单位。外交部指出，这个状况明显损害咱国主权，等咧进行调查。 该活动基本上是民间侨界活动，并邀请我国驻日本代表处担任后援单位。 挂名以示支持，驻日本代表处已要求活动主办单位进行调查，了解原委及处置方式，并将据以评估未来是否将继续担任该活动的后援单位。外交部表示，驻日代表处会就本案处理情形适时对外说明，也要求咱国驻外馆。 未来伫担任各项活动后援单位的时，要确实伫事前掌握相关活动甲文宣内容，确保类似的情况未可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